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19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日新增加90331个本土病例，59个人死亡，拢创下新高。中重症患者嘛增加191个。国中教育会考，这个拜六礼拜要考试，确诊的学生袂使去考，敢若会当参加6分钟的补考。本土疫情爆发，台铁已经宣布讲区间车要减班，这对上班族来讲，定着会造成影响。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今仔日新增加90331个本土病例，有59个人死亡，拢创下新高。中重症的患者嘛有增加191个，其中有一个重症患者是4岁的查甫囡仔，伊是国内第3个囡仔确诊了后引起急性脑炎。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公布数字，讲无注预防射业确诊死亡率是有注预防射3档预防射人的6倍，鼓励乡亲爱赶紧注意预防射。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下晡上盖新的说明。那今天本土的病例新增了90331个，那另外还有境外移入的47个，我们今天的新增的死亡个案59位，重症这边增加了136人，重症的人数增加了这55人。是在这个重症的这个个案是里头4岁的一个女童那这个女童本身没有慢性病史、发烧、咳嗽的这些症状那经过家长带去急诊这边那在急诊这边就开始出现有这个全身抽搐的一个情形那是有合并这个脑炎的这个状况，现像是肝脏、肾脏等等这些其他的一些多重器官的一些数据都有异常，所以我们第3例的这个儿童感染 COVID 之后并发脑炎的重症的个案，那如果出现以下这个5个这个警讯表征的话那6个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要评估小朋友是不是要紧急送医的条件，特别是5岁以下的幼儿的没有打疫苗的就是比起死亡率来讲，比如说打过3剂疫苗的，它大概有增加了，大概有它的6倍的一个死亡率。即阵国内确诊者真侪，中央甲地方拢直头呼吁讲，去做 PCR 采检，也是去填确诊的自主汇报系统。电话号码一定要写好着，若无后壁是真费气。另外，有专家是表示讲，目前咱的疫情正要进入高峰期，推测实际上感染的乌数应该有5倍以上。中华广播宣导卡片顶头写着这支电话：0900000000，呼吁 PCR 采检的民众一定要把家己的手机写好正确。不过，中华关卫生局追踪资料，发现有一个 PCR 阳性的民众，真正把手机照着填写范例来写，第一时间是无法度联系，就真的填中央这个 EDM 的手机号码。那我们也真的很谢谢这个民众这么配合政府的宣导啦。中华关卫生局后来透过病院的资料，才知晓到这个民众，嘛计将宣导的卡片加注，必须写起你家己的手机号码。卫生局统计，有1成民众因为手机无写好正确，因而就受到感染报告的时间，还佫开袂少的时间甲人力来追溯，你已经持续严峻。卫福部防疫医疗网中区指挥官黄国斌指出，目前确实有真侪确诊的乌数存在。理论上来讲，台湾应该有差不多有200多万人已经感染了。政府公布的确诊的人数是80几万，对不对？剩下的160万左右，这个就是黑数。这些感染的他就有抗体，他就不容易再被感染。所以这个黑数是越多越好。黄国斌指出，目前疫情当时伫高原期，乌数差不多是公布出来5到10倍。如果真是无症状，或者是无来发病，自我免疫力嘛对你提悬，加上施打3剂的人数达到8成以上，才有可能达到群体免疫。为使认同社区存在袂少的乌数，推过5月底就会来到单日确诊的上高峰。好像到6月初都可能还是要小心一点，它会是有一段高峰期，而且还拉得还不会太短。蒋冠宇表示，稍后疫情将会面临到一撮高峰期，包括着乌数可能达到单日16、17万例，稍后来总体形成强体免疫的社区。不过目前也是要来预防中重症的发生，嘛呼吁将 PCR 的量能留予真正需要的人。记者台中综合报道。
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北市立浩仁敬老院顶礼拜传出群聚感染。即马伫台北市的中正区，阁有一间私立的博爱养老院，有照顾41个时段，风声有30个人拢去围着。那至于大家所关心的这个博爱老人养护机构，它总共有41名院民，那么其中有30位确诊，那么有1位呢目前在医院治疗当中。那么剩下的长辈都属于轻症的在机构内的居家照护。那事实上，这个机构有80%的长辈，事实上有接受过3剂的疫苗接种，所以经医师诊断后，目前多数快筛阳性的住民都已经开始投药，而且这个病况也都还算稳定。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出入口啊，也不会经过我们这里啊，所以你完全不会担心，就对，不用担心，对。台北市社会局是表示，目前社区内的疫情是真热烈，全国即马计共有600间大房型的安养中心传出内底有人确诊，计共已经有超过4400个人去会着，状况是真严重。台北市政府讲，因会要求业者爱做好防疫管理，嘛要求工作人员爱做好自我健康监测，而且会鼓励时代老大人拢爱赶紧去做预防针。继续关心，高中教育会考伫即个拜六礼拜就要考试啊，严格确诊的学生袂使去考，敢若会使参加6月份的补考。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是去巡视考试场，有看模拟演练，看学生考到一半万不利若确诊是要安怎处理。有人线彩票机，新北讲予高中考场演练各种教育会考的立场分流，一般的考生向正边行。居家隔离检疫、自主防疫的对象，就全部去倒边的大楼。如果学生身体有任何不适的话，一般市场如果他有咳嗽或者量到体温偏高，我们就会请他到这边来。报好体温，这3类的第2类考生，伫无共经备用市场考试，其中居家隔离有镜头，考试当天发烧的考生，市场座位上少，敢若8个到12个。市长侯友宜全程拢视察，强调讲。万不以考生考到一半，互通知确诊，即考完迄个科目就送走。我们就会启动医疗照护，不管判定是居家照护或是收治的医院，那我们有一套的后送机制，我们会请我们的医疗体系就介入。新北有30700多名考生要考试，是全国第2大的考区。第2类的备用市场有274间。也拿教育部统计，到15日下晡5点为止，全国的确诊的考生有2011人，居家隔离检疫甲自主防疫的有共要3000人。一位会考的考生讲，会考就要到啊，这2礼拜拢是线顶教学，唔知影对考试敢有影响。实体的课程比较能感受到那个压力，相对起来线上少了那个压力，不知道对于这个考试该说是更容易以平常心，还是容易太过于轻松的去应付它。5月20进前，确诊也未解除隔离，快筛阳性也未 PCR， 或者是也未摕到 PCR 结果的考生，拢袂当考试。教育部也强调讲，会当伫6月初4、初5来补考。若是考完的头一日才快筛阳性，会当补考也未考完的科目。若是已经考完的科目，会当自由选择敢要参加。若升学的名额是另外加的，这是袂影响到其他考生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防疫保单的争议继续在烧。国民党团伫今仔日就表示，业者最近这2天防疫保单是卖出760万张，目前赔5万件，理赔金额是18亿，严格保险费就赚50亿，哪有可能会了？另外，台北市的消保官嘛表示，根据统计，4月份到今，因有接到30件的申诉，来到富邦3险的上界侪。钱包我收了，发生的事情说重复的我不行。防疫保单是乱滚价，国民党团要求3险业者依法理赔，金管会按建立理赔降级快速处理机制。因为本土疫情严重，民众投保防疫险无保障，毋过富邦3险开第1清，对中户投保的人拢拒保，总共5间业者拒保。对业者表示保单理赔有了钱，国民党团提出数据显示。近2年承保760万件，理赔件数有49904件，理赔金额是18亿。立委反对考试，3险业者去年得利有50亿，哪会赔不起呢？真的有问题，财险公司净值有800亿啊，赔得起。800亿的净值，还有一个保险安定基金320亿啊，
应该不宜用所谓说重复投保，所谓违反所谓那个损害填补上概念去跟消费者做解释。特市消保官指出，4月到即马接到30件投保申诉案件，主要集中续保甲最近的中户投保的争议。被申诉上侪业者就是富邦产险，因为特市有富邦金13%的股份，会找富邦了解状况。5月份开始有这个到底有没有获得核保？或者说事后被通知拒保的这样的争议。另外，真侪间中型业者，逐工理赔件数伫1000到1200件，估算5月、6月加起来可能要赔上100亿。中信金是表示，目前收到40万件保单，逐工理赔是500万。对未来的预测呢，现在都还在我们内部还在进行各种的模拟的试算哈。其中当然也包含了增资哦。中信金表示，目前甲派遣着处理塞车保单，考虑政府调整防疫政策，已经进行包含增资在内模拟试算。那决定增资，会由保公司台湾人寿提供资金。记者综合报道。这阵疫情是对北部地头相对中南部去。台东县的确诊病例嘛伫头增加，不过因为伫外岛的这部分交通较无方便，伊嘛惊快筛试剂甲药也无够，所以民意代表即马要求县府要加强防疫物资甲防疫容量。17暗时，绿岛有居民确诊胸腔痛，空军队出动直升机用负压隔离舱后送本岛治疗。这对医疗资源报告绿岛居民来讲，心理压力真大。尤其绿岛有147人确诊，比隔离人数是全岛人口的1/3。即卖阁是旅游大季，有游客确诊，也要抢岛上只有5间隔离病房。现在就是游客来，如果是确诊的话，那有的业者他只要他确诊，他就丢到卫生所。旅客住你哪一家旅店，发生有确诊了，或者居家隔离，就在你那边就原地的做隔离，是这样。南水情形国较海已经有198人确诊，岛上常住人口差不多4000人，确诊比例偏悬。目估计出现超过50例。绿岛甲南水居民烦恼，每号季节交通无方便，提各种防疫物资真无简单。目前有96人份的生活用药，要求提悬安全准备量。我们的一些关怀物资也因为交通的问题，一定会比本岛更慢。那个药剂跟快筛剂能够来增加最少1倍以上的库存。那我们有跟卫生所讲，说低于哪一个安全量的话，就赶快来申请。台东县卫生局表示，2离岛逐工依照中央规定，只有78个快筛试剂，利向中央争取增加数量。台东县消费者烦恼专管包含离岛的低收入户无钱买快筛试剂，5月20日会直接发500块现金给弱势民众买快筛试剂。记者综合报道。咧关心成功大学有一个大学生确诊，因为伊是外地人，伫台南无亲戚朋友，全系破病一个人面对。伊嘛甲规定拢记录落来，伊的文章有引起讨论。大学即阵是表示讲，真侪学校其实拢有关怀机制，所以学生准讲确诊需要斗3工的，拢会当主动去联络学校。来他乡读册所确诊是啥物情形呢？成功大学一个确诊的学生伫外口睡厝隔离，发烧佮欠物资，当地又佮无亲戚朋友通斗3工领药甲关怀包，互伊感觉心酸酸。加在厝主、医生佮学校拢有提供协助，伊甲过程写伫网络顶，引发同情。看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东西，然后在我们能够帮忙到的范围尽量帮他。那如果是住外面的，因为系所已经知道了，所以系所会去主动关怀这个学生。台湾卫生局强调讲，民众隔离或者是居家照护过程若有问题，也当卡市府的专线来求助。不过，这位学生表示，卫生所甲市府的1999拢是卡袂通的。其实，多数的大专院校拢有建立相关的机制，来帮助确诊或者是隔离的学生。系所以及健康中心呢，会给学生打电话去做疫调跟关怀。学生也可以就这个时间呢，去反映出他在租屋处或者在宿舍时所需要的一些协助。有其他的物资需要协助的话，我们防疫小组呢会帮忙来协助学生告知视讯就医或提供物资。柳山大学甲高雄大学拢表示，学生通报确诊或者是隔离了后，会先确认行踪，看会敢是一个人咧隔离，随后也会随时确认身体状况。若是欠物资，会协助提供。另外，学校也规划防疫宿舍，
学生若袂当转去厝里，或者是伫外口睡厝隔离的时，也会当安排入来住宿舍，好让学生若有问题会当向学校来求助。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疫情爆发，台铁即马是宣布讲区间车袂减班，这是对上班族来讲定着会造成影响。通市长郑文灿就表示，伊会甲台铁参详，另外针对新竹客运要停34条路线，这嘛会对土地表的民众造成影响。目前相关单位已经拍拼咧协商啊，希望会当互这路线继续经营。车头冷冷清清无啥人，即马本土疫情爆发，台铁的卡手是安动动，加上来车头坐车的旅客人数减少，连日宣布为5月14至6月28，这个期间会减一寡区间车的车帮起来。不过，桃园市议员伫议会质询的时阵指出，台铁停驶的这30班车，有超过10几班车是伫咧尖峰时段，学生甲上班的人通勤咧坐的车，要求市府都要积极来应用。减班的话，有的他们上下课要坐车就没得坐啊，那对学生的影响就比较大。班距拉得比较长。对啊，因为减班的啊，车子越来越少。市府对这个铁路区间停驶大减班，我们目前有做什么改善吗？好，我们来跟台铁商量，巅峰班距要密一点，离峰班距疏一点没关系。因为这个我们会跟台铁反映。市长郑文灿表示，会搁甲台铁来参详，调整通勤时段减少的车帮。除了台铁区间车减班以外，新竹客运嘛提出34条客运的路线，伫今年9月份营运的许可证就要到期，接下来就会停驶袂继续营运，安尼可能会影响桃园新竹苗栗的民众。有关这34条借期的这个路线呢，我们预计在5月底前邀请这个学者专家，还有地方政府及业者共同来协商。监理站表示，针对相关的路线，当地的讨论要安怎来改善路线甲路网，迈进一步来做整合，甚至开放予其他的业者来替手，或者是转做市区的客运等等，来甲业者斗相共解决经营的困境，嘛互路线会当持续营运，满足民众对交通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那立法院伫明仔载要针对台铁公司化条例进行调解协商，交通部、劳动部、台铁甲工会有昨昏已经大声协商，也搁同款无共识。工会就表示，真正咧讲的5日制国定假日，因要依法休假，唔加班这部分会继续连续。台铁5日集体袂加班，火车全面停驶，敢若剩无几只临时的区间车。这个情形可能伫5日制会搁发生。台铁企业工会19透早发新闻稿讲，目前甲交通部也有劳动部进行的劳资协商，敢若是初步的讨论，爱看最近资方敢有提出诚意、甲信用，也有务实的态度来面对工会。目前会持续推动国定假日不爱加班的活动。疫情高峰，所以端午可能比较没有问题，但是后续的，中秋啊、投票日啊，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想，未来对执政党的这个怒气会越来越高了哈。应变计划我们也准备了，所以列火车还是随时待命。对，整个应变计划，然后这个部分，这个当然我希望是备而不用，但是我觉得上一次5月1号的时候，立马是安尼讲啊。5月1号的时候，你也是这样讲啊，我都觉得说好像鬼打墙。交通部表示，18是由劳动部、交通部下部会，也有台铁局、台铁企业工会共同对台铁公司化有路的问题来做劳资协商。4大重点的方向包括营运安全、公司化下底16个主法、公司资产的配置、员工的权益，为18下晡讨论到19半暝。虽然是还未有共识，不过是一个好的开始。一直讨论到凌晨哈，其实大家都很辛苦。那我想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了哈，大家愿意展现诚意，那坐下来彼此交换意见哈。我是觉得有进展啦，虽然还没有达到共识，有进展，那这个就继续努力。5日制所运也是有变数。台铁企业工会表示，1400个司机员内底，至少有1300多个未出勤加班。交通部回应讲，已经有备案，会强化5日劳动制应变计划，嘛强调讲会持续来沟通，不过也是希望莫真正用到。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影响经济嘛，影响劳工。劳动部长柯明春今日就表示，劳动部的纾困方案会继续推动。另外，外界讨论真久上架工资法，因为一直无共识，劳动部是望讲有共识了后，才送入立法院。确诊者请假这件事情，雇主可以拒绝吗？
嘿，我看是不能拒绝啦吼。那多讲确诊成为请假，劳动部长柯平春明确指出，雇主名拒绝，只是疫情严重，即马有不少医护人员确诊，所以也是被叫回来。医护人员在很需要国家很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出来。但是国家的劳动部的部长如何维护我们的权益？是不是应该要有额外的防疫津贴？报告委我会治疗需要来休息了哈，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还是要尊重他本人的一个意愿哈。受疫情影响，各行各业陆续传出人力不够、工时伤过长、营收欠缺这影响，所以是不是也阁有纾困贷款、生活补贴这议题，也阁一摆互大家提出来讨论。自营作业者的生活补贴还有劳工贷款，这是属于特别预算的部分了哈。充电再出发，安心就业，安心及时上工，这个我们都会持续。不止疫情议题，劳动部长柯明春去立法院备询，阁被问到讨论新济年上加工资法议题。有入几这期政议办草案，到即马拢还未出来，是不是才是有心来立法的？到今天3年多过去了，法案还是停滞在行政院。消费者物价指数哈，这个年增率是劳资有共识的啊，其他的部分其实劳资还是意见很分歧啊。公视也是一个稳定性啦，所以有不可以的吗？公视的话，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再参考其他的指标，还有来衡佐整体的情势哦。我是觉得可能弹性比较不够啦。目前跨党派立委提出真济上加工资法版本，有真济拢定出共识。不过柯明春认为，各个上加工资审议拢会调整指标，并无明定共识。所以，若定出公式计算，都较无春秋。另外，每年基本工资甚至起价甲起的幅度偌济，也搁要等第3季的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明仔载要来亚洲，要展开访问行程。北京是表示，拜登会伫日本东京宣布成立印太经济架构。若咱台湾敢会加入？咱外交部是表示，即马继续咧拍拼争取。另外 ，WHA 伫要开会啊，也毋过咱台湾同款无收到邀请。外交部是表示不满甲遗憾。美国伫咧3月底跨党派200位众议员联名致函了，10位参与去外委会主席梅兰德斯，甲共和党首席议员李奇，也带50位跨党派参议员联名致函予总统拜登，希望甲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架构，强调台湾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北京证实，拜登将会伫咧东京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架构。While he's in Tokyo, President Biden will also launch a new, ambitious economic initiative for the region,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 as we affectionately call it, is a 21st century economic arrangement, a new model designed to tackle new economic challenges. 北京表示，拜登20到24访问韩国甲日本，将会甲日本首相亲自参加 IPEF 启动仪式。澳洲甲真侪印太地区的领导人也用视讯参加会议。因若台湾早就已经去到边积极表示愿意参加，是毋是有机会让家己第一轮名单？外交部表示会积极争取。那外交部呢，我们会持续协同我们国内相关的这个经贸单位，持续的积极的争取参与。WHA 日日就要召开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强烈支持 WHO 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加拿大总理杜鲁道面对议员的质询时阵，也公开表示支持台湾参与 WHA， 1月9日将要伫咧加拿大举行嘅国际民航组织大会。Does Canada support Taiwan's inclusion at that upcoming triennial assembly? Canada's position on Taiwan is long-standing. We support its inclusion in multilateral fora, multilateral bodies to make sure that their perspective is heard. 那是美国、加拿大、欧洲议会有超过1500位议员联名致函予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声援台湾参加 WHA。不过一直到19为止，台湾也无收到邀请函。对于 WHO 再度拒绝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WHA， 外交部表示不满加遗憾。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乌克兰的司法部审理战事以来头一桩战争罪，21岁俄罗斯阿兵哥当庭认罪。若同一天，俄罗斯的国防部嘛有露出一段投降的乌克兰阿兵哥住院治疗的画面。不过外界即马对这段画面是真的还是假的，无法度查证。
俄罗斯21岁士兵西西马林被指控杀害无武器的乌克兰百姓，伊向62岁夏利波夫的头开枪，被害人的看守就坐在这片玻璃边啊。Чи ви визнаєте себе винуватим в вчиненні даного кримінального правопорушення? Повністю. Не відмовляєтесь від дачі показань? 西西马林可能因为战争罪加有谋杀人罪判无期徒刑。 Суд може сприйняти це як пом'якшуючу обставину. Це буде залежати від того, наскільки суд сприйме щирість цього каяття і щирість цих дій. Шишимаріна в цьому автомобілі безпосередньо після моменту пострілу. 伊是2月2日入侵乌克蘭4天後，伫東北部蘇米的舒帕基夫卡村，拄到騎腳踏車經過夏利波夫，伊甲車窗搖來，向夏利波夫的頭開槍。 Виновным, как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 себя признал, он прочитал обвинительный акт, согласился с с тем, что там изложено. Но опять же,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не понимает, как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 у меня есть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возражения к тому, что там изложено. 俄羅斯國防部18日發布影片，耶穌鋼鐵廠投降的烏克蘭士兵正一個接受治療。外界無法度確定因是毋是佇咧自由意志之下發言。在此之前，俄羅斯講，這禮拜佇耶穌鋼鐵廠有959位投降的烏克蘭士兵，其中有80個人受傷，正一個短期刺客的先耶穌刺客店接受治療。公司新聞吳文玲報道。 来看美国女子骹球队经过爭取，即馬總算摕到美國骹球協會同意。第2028年年底之前，國家代表隊的成員無分查甫查某，薪水攏會平濟。美國的骹球協會是表示，這是歷史性的決定，唔但會影響美國，嘛有可能會改變國際上的體育界。在2019慶祝世界盃摕冠軍的遊行時陣，美國女子骹球代表隊員發表共工共酬。 因為美國女子骹球隊摕到2019年女子世界盃冠軍，驗過獎金只敢若400萬美金。2018年男子世界盃冠軍法國隊的獎金受到3800萬美金。美國骹球協會、美國女子骹球國家隊的隊員工會加美國骹球員協會18日完成一項歷史性的團體協約，讓各球員無分男女，自出場費到獎金攏共工共酬。 It's truly a historic moment for U.S. soccer, for soccer in general. So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U.S. soccer has brought both the Women's Players Association, the Men's Players Association together to negotiate. We do have two separate contracts, but they include identical game payments, pooling and sharing of all prize money, including World Cup prize money. We're the first country to ever do that. 美國女子骹球隊28位球員是喺2019年3月，喺美國骹球協會提出訴訟，指控美國骹球總會存在制度化的性別歧視，要求超過6600萬美金的賠償。經過3年的法律的庭訴，今年2月達成和解，美國骹球總會賠償2400萬美金。 這麼也達成喺2028年之前共工共酬的協議，是全世界第一例。 This deal is going to have ramifications throughout the entire world. You know, it's a game-changing moment here in the U.S., but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change how international soccer and international sport do business. With the equalization of prize money for a men's and women's World Cup, I think it's just going to be a historic moment, and hopefully it will create change throughout the world. 美國女子骹球隊喺過去摕過4座世界盃冠軍，加4個奧運的金牌，比男子骹球隊為美國骹球協會創造更加多收入。在這麼男女兩隊唔但是共工共酬，也係平均分配比賽獎金、轉播加贊助這個商業收入。公司新聞陳慧玲報道。 在鏡頭個等下，咱國內來關心中央銀行分析咱國內下半年嘅經濟發展，認為咱台灣出口同款真濟，驗個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會超過2%。國發會嘛講，今年嘅經濟成長率要保4%愛真拼。驗個經濟部長王美花表示，咱台灣嘅出口表現甲真好，對咱國內經濟未悲觀。 我們的出口的時機還是非常好。台灣的經濟我們會審慎，但是我們不會悲觀。正拄講無悲觀，不過台股的表現無好，受到美國大盤清點的影響，台股一早起開盤就敢若跳水共款盤正強，盤勢一直擴大，盤中是八盤超過400點，盤破16000點。
台股受的影响，我们撑得住吗？不管它的现金殖利率，或是它基本面的营收，都是好的。一直从去年18000这样下来，15000、16000哈，目前大概还是这个水准呐，但是不至于有过大的波动。央行认为，国内下半年经济成长的变数是类似，认为全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可能会突破通膨警戒线2%，强调。6月16日，央行的理监事会会就国内物价影响来决定是不是对美国升息。所以大家说，不怕升息，是怕生生不息。我想美国它是有美国自己的高通膨的问题，考虑台湾的经济因素会远比国外经济因素来重要。因为国内本土疫情严重，冲击类似的经济，针对餐饮服务，经济部商业司推出10万块的行销补助。认为这个申请的程序太过复杂，而且根本是变相鼓励看网络社群的广告，根本无帮助到业者。这一些小吃店，他们要拿到你这个钱，他要去下 FB 跟 Google 跟 IG 的广告，不知道这些社群，你觉得这样合理吗？但是我们重要还是在商家本身，我们主要是让商家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国发会表示，相关的纾困方案会延长，计划搁再延长1年到明年6月底。行政院已经伫咧评估，伫最近就会定案。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厝价悬，少年辈的普遍是买袂起，不少人即马拢是细厝的过日。朝野立委有提案要修正所得税法，希望会当扩大厝税的扣除额。国内厝价持续加悬，连带影响厝租嘛跌咧起。根据主计总处上新的统计，今年4月份消费者物价内底，厝租类的指数是105.7，佮创下历史新高。互税厝的人是海惨。朝野立委提案修正所得税法，希望扩大租金支出扣除额，而且把日基扣除额改做是特别扣除额，互税厝徛的人会当实际享受到租税优惠。特别扣除额是不错的，第一个，它可以增加这个租屋市场的透明化，房客有这样子的要求，使得这一些东西会跑出来，无论在税金上面，或是在于这个健保的2%的补充保费部分，应该都可以看到显著的增加。会再做一个比较通盘性的一个去检讨了哈。那这个方向，当然我们也会因应这个所谓行政院的施政方向，我们会进一步来检讨。根据2020年人口甲主体普查的资料来看，全台湾拢总有876000户的人税厝徛。目前报税制度，税厝的人会当甲租金的支出以日基的方式来扣抵所得税，扣除额有12万。不过，立委罗淑宝嘛指出，以台北市来讲，2019年台北公寓的租金一个月差不多是2万6，无挂变数的一个月嘛爱5000块起跳。若是以目前日基扣除额12万来算，实在是无够。3万没有调整空间，那我们会再进一步来评估啦，哦。所以我们不能讲有空间要研究，可不可以这样讲？我们会进一步来评估。有空间要研究，是不是？对，各委员的提案我们都了解了，好不好？但是我们会进一步来评估了。目前包括时代力量、甲江永昌等朝野立委提案，要甲税厝的租金为日基扣除改做是特别扣除额，每一户规定的范围是17万至30万不等。财政部估算，安尼扣税损失差不多是7亿1千万。若是要调整特别扣除额，影响是真大，会甲委员的意见报去行政院。记者综合报道。那民间团体嘛有公布一份甲大的正义有关系的调查，有超过99%的人即马共款是认为咱国内厝价也是真悬，对政府的房市改革嘛无啥感觉。虽然有真侪申请案伫咧起，不过厝价也是真悬，要买厝真困难。县政府伫咧就年进前划出房市3字，包括改革房产的税制，也个建设租厝体系去社会主体。3字最近法要推动主体政策，不过即马已经过6年啊，巨大问题敢有设定目标？第一件就是改革房产税制，但是目前为止不动如山，囤房空置依旧未解。第二件是健全租屋体系，目前看起来只会撒钱，租屋黑市依旧。那第三件，20万户社会住宅的确有待推展，可是还需要持续努力。根据做份的调查，回收超过5000份的问卷，发现18到45岁，就算有超过62%的人年收入拢伫咧全国的中位数以上，不过也是有99.3%的人认为国内厝价伤悬，有家己厝的人无到1%，有超过1半的人也搁伫咧细厝。
对房市的改革拢无感受到，甚至无厝通住的人，也会拄到租厝的乌市的困境。而且主头家未互因申请租厝补贴的就93.5%，有89.9%的人认为租金伤过悬，87.1%的人随时可能互厝头家未继续签约。居住3件，事实上大方向上是抓准了目前居住正义跟整个台湾的居住议题的重点。那关键点应该是说，可能执政当家之后，跟既得利益者会有一些纠葛。巨大正义团体希望政府实现承诺，中央就要正视眼前已经真久的囤房势、租市炒房。一若租厝困境要安怎解决？上主要就是爱推动租厝登录去乌市化，莫互房市3字拢变作口号。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行政议会伫今日通过矿业法的修正草案，要送立法院审议。这届的修法3度霸王条款，强化环境保护，嘛加强矿业的管理甲开采量的管制。这次的修正重视原住民权益保障，新增环境保护监督机制，并就开采量进行管制，也对受开矿影响的当地居民新增了回馈的机制，同时落实资讯公开跟公民参与，防止不当开发行为对环境造成的伤害，这兼顾了经济、环境、社会跟产业的需求。因为阿年伫花莲新城的挖矿甲当地部落有争议，地区各界拢呼吁政府要赶紧修正矿业法。行政议会伫今日通过修正草案，会落实原住民的权益，嘛要求要兼顾环境保护甲经济需求。若专案刷倒来会送立法院审议。政治消息来关心，国民党伫昨昏提名2020年韩国瑜选总统的时，伊副手兼行政院长张善政去参选桃园市长。这是予本岛已经表态讲要参选的立委李玉玲，还有台北市议员罗志强，拢真无欢喜。洪城即马桃园市议会的议长区益胜嘛去甲退出国民党的群组，刷落来要安怎收煞？考验着党主席朱立伦。桃园市议员参选人公布 TVBS 民调，支持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希望国民党重新做民调，信心评估。关于民调以及罗志强，确实已经在国民党党内互比最强，然后对比也碾压陈时中跟郑运鹏，把张善政再摆入这4个人，甚至如果最强的桃园人朱立伦也有兴趣，我们也把他摆进民调来。国民党18向上提名前行政院长张善政参选桃园市，因部党内想要参选的人的定价甲不满，尤其积极投入参选罗志强，并且透露感觉行一条心内什么感觉拢有。国民党立委陆玉玲批评党中央无法度接受。国民党是一个大开大合的政党，却刻意的隐瞒，跳过机制来提名一个直辖市市长的参选人。真的是乱无章法，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顶调张善政也引爆地方团结危机，桃园市议长区益胜直接退出国民党群组，传出已经请示党部主委，进前要表达意愿承担的立委罗明天，甲外界点名参选的万美玲，拢呼吁党中央赶紧为平相分。提名的结束就是整合的开始嘛，那我们再多说什么，也有可能变成加深伤痕的一份子哈。希望有一个比较温暖的一个整合的过程。这一仗如果没有团结这件事情呢，我想年底的这个选战的胜选这件事想都不用想。所以怎么样尽速的掌握最佳的时间去弭平这样子的一个伤痕或者是纷扰啊，我想这个是中央现在当务之急要做的。外团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定选过程当中，问问过韩国瑜的想法。不过韩国瑜18暗时伫面册表示，希望党中央提名时阵应充分沟通协调，各路党内同志的感受甲权益，大家才会齐心团结。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关心新竹科航园区早起10点外有发生火灾，清楚高高的乌烟。导火所在是阿东汽车公司的机房，加载无人掉伫内底。目前燃烧的地方是在1楼的变电室面积大概有200平方公尺，有2台变压器在燃烧。它目前主要燃烧是那个变电器里面的绝缘油，
所以我们目前使用了大量的水源，从外面架设2线的炮塔在防护，后面的部分也有出2线的水线在做防护中。对外面会当看到厂房清出乌烟，火嘛真美。新竹市的消防局派几名分队去拍火，导火所在是阿东气体公司的机房，对1楼清出乌烟甲大火。因为这场火灾，台电的电压向上降低，新竹科学园区嘛出现大规模跳电。加在台电讲用电设备无受影响，所以未去影响园区的电力。继续关心高安科技大学地震前，才予新南向专班的学生指控讲学校叫因长时间去做事。若今仔日是校长家己开记者会，伊是指控新的董事会讲要捐钱予学校，也毋过资金甲单还未到位，调工要害学校无法度运作。也毋过董事会否认，强调钱伫5月底就会拨入口座。学生当欢喜咧，甲三太子的大神翁跳舞。高安科大积极招外国学生，全学校3000多学生内底，有1000多个是国际学生，希望伫4年内亏损会当拍平。毋过再去校长召开记者会，指控2月底到任的新董事会答应要捐资，无要照聘照行，要决定明年度开始停招5专的学生，而且转型做社福长照机构。我们认为，如果董事会不愿监知，而且这么多不但干预校务，教育部应该赶快有作为，不要因为董事会不愿意监知而处分大家努力辛苦的高等教育，然后要把这学校列为专户，不能再招生。校长讲，伊有信心，互学校伫4年内袂阁亏损。毋过董事会资金无落来，教育部说实话学校袂当招生，安尼等于是断伊学生的来源。5月28号之前，我们会挹注资金到这个学校里面。好，我们在开董事会审查这个改善计划的时候，我们是提了很多的意见。学校提报改善计划给我们审查的时间太短了。董事会反驳校长的指控，因讲学校的财务支出管控了无好，每一年拢了真济，才会向教育部反映设立专户，分期完成1亿5000万的捐资，嘛有得到同意。不过教育部强调讲，董事会若无伫5月28进前设立信托专户，而且欠5000万入去，甚至造成校务无法度正常运作，就会依私校法第25条，申请法院解除全体董事的职务。未来高安除了爱改善财务问题，嘛要通过警学生教学品质的查核，才会当解除专案辅导。记者综合报道。早期伫屏东六堆的客家妇女，拢会晓热300条这款头模型的机器。为着要找出这项传统，屏东县政府即马是甲机械学校合作，甲热头章的听书、撇步全拢记录落来。2把就是前后各分出一束。最后又绑成1把。屏东六堆是台湾南部上大的客家庄，早期的客家妇女每一个拢有热300条这种头模型的绝技，但时代演变已经差不多强要失传。屏东县因此办理基种互换计划，甲美和科大合作，结合技职教育，望把这项文化保存落来。这个发髻其实它应该是我们客家女子的女性的一个本能，因为不可能平时都是披头散发的，所以一定会把头发盘起来。它应该是一个生活的日常，也是一个美学。为着要呈现客家300条的风采，美和科大美容系师生现片早期文书甲相片，一项详细记录。对头毛的分辨、掠索、拔发，拢写做一部说明书，佮录制教学影片，训练出10几个学生。现流热、现流白，展现出对1到300条的头模型。那为了呢，让我们客家记忆，就是原来生活里面的记忆，然后呢，在它可能在书字的这个技巧上面的记忆，那么留下一些的部分，可以让我们未来的年轻人可以延续这样子的一个技巧技术。所以呢，我们设置了这个 SOP 的流程说明书。除了搭配蓝衫，可能会想搭配旗袍吧。对，可能虽然可能文化不太一样，但是就是也是搭配起来比较气质的那种复古。对，有气质又复古。屏东县府客家事务处长陈丽萍表示，随时代甲生活形态改变，真侪客家印象文化拢渐渐消失。古早真卡的手机若阁失落去，就干那会当对旧相片来了解。政府即届推动机种互换计划，减办机械工作坊，就是望吸引众人做伙来了解客家文化，将文化的水继续传承。记者综合报道。
国立宜兰大学新隆校区最近咧起工程，一屋内才发现有2笪蒙仔布的位置，初步是认定这是400当前所留落来13项的位置。金色一屋未免破坏珍贵的历史文物。宜兰大学最近伫新隆校区电子学院扩建工程建筑基地发现2个墓的位置，可挖出文化遗物甲生态遗留，有人骨、动物喙齿、琉璃管子甲好亲像是金鲤鱼的文物。就是能够看到这有一只人骨，因为保存状况没有做很好，所以现阶段还没办法知道它还没办法太确定它究竟什么样的部位。期待是全国唯一大学校园列册遗址，被叫做宜兰农校遗址，前身宜兰农校1916年创校时，日本发现13项文化古社类型文物，到即嘛差不多是400年。2000年、2006甲2007，后来时间都捌发现大量考古文物，以梦中出土的3件陪葬鱼形金属编织非常特殊，连考古学家拢学了文物真丰富。宜兰农校遗址也不错的，它出土的文物特别丰富。那学校也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也去跟文化部，那当然也需要县府文化局的这个协助啊，我们去争取一些经费补助。宜兰伫新隆校区规划电子学院扩建工程，挖了确认涂骹有文物，依照文字法规定，今年5月到9月办理考古遗址抢救作业。校校表示，多是营建市场不计欠管，财务负担加重，希望中央文化主管部门提供相关的补助，方便文物挖掘甲后续的保存。记者综合报道。有伫讲万当语的所在，包括咱台湾、中国、马来西亚，也有新加坡拢有。2019年的时，万当语嘛列做国家语言。根据统计，咱国内万当语言使用人口，马祖占1万，桃园差不多有5万。也毋过伫桃园完成培训的老师较少，所以未来拍算做直播强学。嘛有袂少家长讲因愿意来练习做老师教母语。晓到过马祖当机国小的头一节课，目当语马友华。老王，老王，来哦，来哦。一礼拜一节的母语课，老师对学生1对1，是福利，嘛是挑战。一个小朋友其实他是很无聊的，也没有抢答的乐趣啊，什么没有，所以就变成老师可能就是要稍微变化一下。目当语的使用范围除了中国福州、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台湾的马祖、桃园甲新北拢有。台湾伫咧2019年，甲伊列做国家语言；2022年9月开始正式列入国中、高中本土语言课。教材委员讲，教材上大调整，除了爱生活化，也爱增加对话练习。因为现在的大环境，很多的爸爸妈妈半年已经没工了，都不会讲了，所以这时候要靠学校的老师。然后在学校虽然只有1节课。其实我们也是温水煮青蛙，慢慢的扎实弄的话，其实孩子会有所感。锣鼓宣天，这是代表马祖文化的高班角，伫咧桃园北调区的大成国小，目当语课就咧上座。马友第顶游哩，就是将我生活白曼，古板是第顶游，无古板，叫白曼都无语了了。大成国小是台湾本岛目前唯一本土课有在教目当语的学校，学生大约50位。桃园因为地理位置甲历史缘故，对1979年台美断交了后，袂少马祖甲中国人拢搬来遮住。根据桃园市政府的统计，使用目当语的人口，桃园占上多，有5万人，马祖占1万。桃园国小到国中有目当语需求的囡仔1500位，到今年4月份，因已经栽培16位合格的目当语老师。当然，这16个可能无啥够，阮未来会继续持续来培养。这教育部嘛是让利用这直播共学的机制，来服务更较侪想要学闽东语的囡仔。贝地里很多的乡亲也愿意你当我们的这个闽东语的新娘，他们也想说，那他们也要为自己的母语，也要尽一份力。未来要安怎伫咧日常生活加增加使用目当语的机会，是大家爱斗阵打拼的。记者阿敏金、刘水、郑派文、马祖桃园报道。大人伫要到位，西瓜伫要大出，
花莲寿丰乡有西瓜田，西瓜去互田家剁甲剁破空，西瓜皮是剁出一空一空，外表即马看起来歹歹，毋过无影响品质。农民跩随便捡，即马推出家啊认证过的西瓜，颠倒白甲下叫。一般人去买西瓜拢会拣较水的，毋过伫花莲寿丰乡的西瓜田内面，有一款西瓜互甜瓜剁甲一空一空，毋过甜瓜是保育类的动物，袂使掠，农民真头疼。剁一空就免卖啊咧，伊唔该剁歹，伊经水会食咧。像我种辣椒叶子，那个吃到没有毛咧。寿丰乡农会讲，以前即款互甜瓜剁过西瓜，因为看起来无水，较歹卖。毋过内面的西瓜肉品质无受影响。为着要爱惜食物，农会特别请农友将即款西瓜留来，讲这是甜瓜认证过。环境制吃过的这个瓜不见得就是说它是不好的。这个野生动物挑过的反而是在甜度上啊，或者是在口感上可能会更好啦。为了要吸引消费者，甜瓜认证过西瓜也个拍折伫咧卖。不过数量无多，寿丰乡农会统计，甲去年同期比，民众对这种看起来较无水的西瓜接受度是愈来愈悬。记者综合报道。根据一份国际上的报告，内底是写讲，对2015年开始，全世界逐年因为空气污染也是其他污染死亡的人数，拢是维持伫900万人左右，无加嘛无减。这是显示人类面对污染问题，拢无提出解决的办法。印度自2019年开始，因为污染问题，互236万人真早就过身。这是医学权威期刊出个真的上新的报告，内容佫指出，敢若是空气污染，就夺走将近160万条性命，另外有超过50万人因为水污染不幸过身。出个真污染甲健康委员会报告，佫将全球每样900万人，或者是讲占全球死亡1/6的人会死亡，是因为污染。Not much has changed in 5 years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number of premature deaths. The big difference in this update compared to the 2017 one is that we're seeing an increase in number of deaths from modern pollution. So the number of premature deaths from modern pollution has increased 66% since 2000。专家指出，比如汽车电池，高收入国家回收甲正清气，啊，毋过中低收入国家都无遐尼彻底，都会造成污染。专家佫烦恼，灰仔做的阿鲁米做的鼎加热会吸附烟。This report really does to look beyond simply air pollution itself to looking at chemical pollution in its widest sense, begin to then focus on potential pollution exposures in the indoor environment from plasticizers, potential water contamination with pharmaceuticals and metabolites of pharmaceuticals. 英国权威医学期刊出个针地球健康的上新研究，每年900万人死伫污染的人口当中，有将近75%死伫空气污染，180万人死伫有毒的化学物质，90万人死伫烟污染。无安全的水每年互140万人伤早过身，污染所造成死亡人数已经超过道路交通、艾滋病者的真济疾病综合。专家认为，国际社会明显无对环境污染的问题，导致更较侪关心。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关心天气，咱来看下半部天气的变化。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有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是20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